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4年6月28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30篇，撒母耳记上卷20章第1节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角分享的主题是患难的考验。保罗伫互这个罗马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安尼写着：忍耐生老练，老练生5万。意思就是讲，就信仰的角度来讲，来看忍耐是一个好事啦。但是需要这个忍耐，的代志的时阵，就代表讲所面对的境况是负面的。就好啦，亲像咱前几工咱讲到这个敲打船啊，敲打通常来讲毋是一个好的代志。但是如果是拄着大风影，用要沉落去的时阵，敲打就无一定是无好的代志。特别互扫罗王来追杀，境况是非常的无好。但是伫最困难的情形的下面，却互大卫看见着上帝的保守以及甲恩典。伫撒母耳记上卷20章第1节到25节是安尼记载：大卫对拉玛的耶拿约逃走，去见约拿单讲：我有做甚物款的毋得？有对你的老爸犯着甚物罪？伊竟然要追杀我！约拿单甲伊讲：无即款代志，你绝对袂死。我的老爸做代志，无论大小，拢会互我知。这项代志，伊若会甲我暗藏，绝对袂。大卫阁就抓讲：你的老爸明明知你真意爱我，所以心内想，毋通互约拿单知，惊了伊伤心。我记得永远的上主甲你的性命来救助，死已经逼到眼前啊！约拿单甲大卫讲：你爱我做甚物，我一定会做。大卫甲约拿单讲：明仔载就是初一，我应该甲王做伙食饭。伊若会用得，请容允我去密伫野外，到第3日暗时。你老爸若发现我无伫遐，你就讲，大卫有得到我的允准，返去故乡伯利恒，因全家伫遐地献年祭。伊若讲好，你的仆人就平安无事；伊若生气，你就知伊决定要害我。咱着诚心对待你的仆人，请你守你甲我伫上主面前所立的约。我若有罪，你着真心待我，哪会着等你的老爸下手？约拿单讲：我一定袂安尼做。我若确实知我的老爸决定要害你，我减袂甲你讲。大卫甲约拿单讲：你的老爸若歹声扫应你，什么人会报我知？约拿单甲大卫讲：来，咱来去野外。伊就做伙去。约拿单甲大卫讲：愿上主以色列的上帝作证，明仔载还是后日，这个时阵，我会探我老爸的意思。伊对你的反应若好，我一定派人来报你知。我的老爸若存心要害你，我一定会甲你讲，互你平安离开。若无，愿上主加倍来处罚我。愿上主甲你同在，亲像以前甲我的老爸同在共款。我要活地，你一定会照上帝的慈爱对待我。我若死，搁上主召别你会对着的时阵，你嘛着全家永远照上主的慈爱来对待我的家族。约拿单甲大卫的家立约，去讲：愿上主用大卫对着的手刑罚背约的人。约拿单因为爱大卫，
就要求大笔搁救抓，因为伊疼大笔亲像疼家己的性命。用那等甲伊讲，明仔载就是初一，食饭的时阵你无在场，人一定会注意，所以后日你着赶紧落去，前拄着代志味的所在，伫以色列的石盘遐来听候。我会用石盘做目标写3件钱，我会找一个少年去找钱。我若甲伊迄个少年讲，钱伫你的后面就去捡，你就通倒来。我指着上主的永远上帝来救抓，你平安无事。我若甲少年人讲，钱伫你的头前，你着紧去捡，因为上主爱你离开。咱两人的约定有上主伫你我的中间永远做证，代表就去美丽的野外。初一迄日，王坐倒要食，王照常坐徛伫壁迄个位。这用六单对面阿尼尼做坐伫扫罗的身躯边，大笔的位空地。伫大个患难的中间，大笔拄着一个真好的朋友，用那等正做伊上重要的朋友，佮较是亲像这个兄弟共款的感情，彼此伫迄个所在来帮赞。保罗伊提醒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着爱学习马其顿的基督徒伫咧互犹太人的关注的典权，袂当来欠息，特别是伫当因拄要改信基督的时阵，遭受着济的迫害，伫患难中经历着济的考验。但是马其顿的初代教会基督徒犹原活出欢喜，虽然非常善食，但是犹原慷慨来捐献。哥林多后书第8章第1节到第7节，兄弟姊妹，我爱恁在上帝赐予马其顿正教会的恩惠，因为对患难中经历着真济的考验，还佫充满欢喜。虽然非常的善食，还佫非常慷慨的捐献。我会当甲恁证明，因已经尽因所有的奉献，甚至超过因的亏难。因的热切求愿，互因有参加救济犹太信徒侍奉的荣光。因安尼做，毋是超越阮的期待，甚至尊叹上帝旨意，大声将家己献予上帝。然后交托阮，所以阮肯提倒继续来协助恁，来完成恁开始这项主善的工作。恁的信心、口才、智慧帮助咱的热心，以及对阮的疼心，遐尼丰富。阮爱恁这项主善的工作，嘛着遐尼慷慨。因为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伫患难中间互相帮赞，赢过考验是袂当欠息的，佮着爱格外的慷慨。阮伫这个三宝教会今年开始也接纳着其他比较较弱小教会建堂募款的要求，并且尽力为着因来服侍奉献。也亲像圣经所讲的，马其顿的基督徒虽然拄着极大的患难中的考验，但是因犹原愿意亲像兄弟的感情共款，来帮赞更较需要的人，来用心益人。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主啊，求你听我的声。求你按耳孔听我的恳求，上主啊，你来记录人的罪，主啊，什么人听会着？总是你会赦免人。
互人通敬畏你。我必切听候上主，我仰望你的话。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较迫切，比守望的人听候天光搁较迫切。以色列人着仰望上主，因为上主有不变的慈爱，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只有伊的救赎以色列人脱离因一切的罪过。感谢主，互阮伫患难中间来经历考验，并且赏赐恩典互阮会当度过患难。恳求主坚固阮的信心，强化阮的爱心，互阮伫欠缺中间犹原愿意慷慨捐献，提供帮助。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